台湾原住民传统贺名的方式，每一组拢无同哦。原民会甲内湖高中举办展览，专工来了解原住民贺名的方式甲意义，咱做伙来了解。原住民贺名方式甲汉人的无同，有鲁凯、本论、排湾原住民血统的母语表示，伊的名是遵照排湾的方式来号的。后来原住民同学也指出，透过这摆的活动，了解贺名意义，嘛通了解无同族群的文化。我觉得其实就是算蛮开心的啦，就离乡背景到这里，然后还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，这样就是很开心，然后也可以就是多多的向这里的人宣传我们自己文化的东西，就是觉得很有意义。这次看这个展，我觉得自己心里是感到非常欣慰的，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也可以过来看一下，赞。把家己名找回来，就是对家己族群的认同。台湾原住民传统贺名文化展早起伫内湖高中开幕，现场有原住民贺名的由来，也有原住民因为政治因素，这世人改过几若摆名的故事。原民会主委是表示，这个活动旧年就有举办啊，因为反应是真好，今年就继续办。伊也讲，伫台北市区有学校主动表示要办这个展览，实在是真难得。我想在内湖高中来办特展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意思。虽然在校内的同学不是很多原住民，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学生，但是透过这样的特展呢，可以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原住民的传统命名文化。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整个多元文化的这个交流会有更大的帮助。内湖高中的校长是指出，后来本地都有办真侪多元的活动，包括本土语言的学习，也希望透过这摆的展览，学生佮有社会大众，通对原住民的文化有更较深的认识。记者柯家选曾俊佑台北报道。